随虔诚的听众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6页，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4节，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4节。就是解说甲思灭大善知识，解最上乘法者，直是正路。即马就是要来说落解说下面，就是是善知识，有大因缘，所谓化道令得见性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识令发起果。三世诸佛是为普经，在人性中本自其有，不能自我，思求善知识，只是方见。若自我者，假外求，咱即摆呢，就是继续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，就是讲这个善知识有大因缘。因缘这两个解说，那是依照维摩经。佛国品内底注解，就是罗什法师所著，就是讲强力为因也弱力呢为缘，就是讲力强为因力弱为缘。啥讲做力强为因，力弱为缘就是讲要成就某一项事物。主要的力量，这就是因。主要力量就是讲，伊这个力量较强这就是因。也这个力量较弱，但是呢，会当来给帮助的，这就是缘。这就是对因甲缘这两个分别的解释。净条法师以前来讲咯，讲前后相生因业。现象造成缘业，就是讲前后相生，这是因现在呢，相造这就是缘这呢又是对因缘，搁再做一种的解说法。凡是咱世间一切法必须要有因缘，才会当来成立。就是讲有这个因缘相助才会当后来成立到世间一切诸法。即嘛在这个所在，伫咧讲是善知识有大因缘。这个大因缘呢，咱会使咧用两方面来解说。这方面就是欲善知识本身所具足迄个条件。那欲这个善知识所具足的条件呢，就是讲有宿世因缘，迄个因缘成熟了呢，才会当回来得到解脱。那这个大因缘也可以当作讲，就是宿世的迄个亲近。不过这个大因缘咱若是根据《法华经》的说明，咱就更加容易了解。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有伫咧讲，佛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在世间。所以一大事因缘就是开始众生误入佛之之见。
即就是讲婚啊，是为着一项真重要的代志，所以啊，才来咱世间出现在世间的目的，就是为着要度众生，希望每一个众生拢会当来成佛。所以善知识有大因缘，就是啊，要来教化众生的大事因缘。所以下面再讲所谓化道能得见性，讲这个善知识的大因缘是啥物呢？就是化道能得见性。这个化就是教化，道就是示道，或者叫做知道。善知识的大因缘呐，就是要来教化众生，就是要来指导众生。使这众生呢，会当来得到见性，这就是善知识的大因缘。在《法华经》妙庄严王本师品有安尼讲咯，讲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种善根果，世世得善知识。以善知识能作佛事，示教利喜，能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大王当彼善知识者，是大因缘，所谓化道能得见佛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在妙庄严王本师品所讲的，就是讲假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因为种善根的缘故，所以啊，生生世世会当回来得到善知识。那就是讲，你本身要来得到善知识呢，必须你有种善根。也这个善知识啊，伊呢能做佛事。伫遮所讲的能做佛事，并毋是讲讲念经这个佛事，这个佛事就是佛教化众生这项代志，叫做讲做佛事，也就是啊，示教利喜。示教利喜，就是讲来开始教导，来使众生得到利益，得到欢喜，使让众生呢会当后来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又搁在对大王讲，大王啊，应当你来了解，这个善知识啊，是大因缘。所以化道，这个善知识的大因缘是啥物呢？就是化道能得见佛。主要呢，就是啊，化道众生，使让众生当来见佛，使众生当发起了无上正定正觉的心。这是在《法华经》妙庄严王本师品内底所讲的。伫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讲做。是善知识有大因缘啊，所以化道能得见性。这只是将迄个《法华经》的能得见佛，改换做能得见性，呀，内中的意思呢，拢是同款。换一句讲，就是讲这个大善知识啦，有伊个真正重要的任务。伊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教化众生，要指导众生，使令众生呢会当来见性成佛。下面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起果。讲为什么善知识啊有大因缘，也就是化道，就是能得见性呢？因为是一切善法因电善知识能发起果，一切善法就是讲所谓善法。这个善甲恶啊，所以我都讲做这个善，就是讲对人有利益的，会当使人得到安乐快乐。但这个善呢，是由咱佛法甲伊分起来，会当甲伊分做世间的善法、出世间的善法。也这个世间的善法呢，就是属于三归五戒十善等；出世间的善法呢，就是四谛十二因缘菩萨的六度万行等。
啊，或者是讲一切善法。一切善法当然就是包括了世间善法甲出世间的善法。无论是世间的善法，无论是出世间的善法呢，拢是因善知识能发起。就是讲有这个善知识呢，才会当发起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善知识啊，会当互启发咱一般人来修行善法。所以，这个善知识不但是讲善知佛法善识根性，而且呢，搁再啊，会来开导众生，指导众生行好路，指导众生呢做好事，安尼啊，才会使咧甲伊讲就是善知识。因为这个善法乃是由善知识啊所发起的。一边讲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啊，本自其有。讲这个三世的诸佛，以及甲这个十二部经，在人性中呢，本来啊，自己呢就具足有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十二部经呢，应该呢，就是在咱的自心中。那对这句话，当然咱啊，必须爱好好来甲解说。那无呢，可能啊，不容易了解这个意思。三世诸佛就是过去世的佛、现在世的佛、未来世的佛。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。三世诸佛，只要伊是开悟成佛，所证的道理共款，所讲的道理也是共款，乃是为着要度众生，所以就将迄个经典的题材啊，分为十二部类来说明。但这个十二部经，咱来了解讲，这个十二部经。伊最主要一点是啥？就是咧阐明真理。十二部经内底所含的呢，就是真理啦。这个真理呢，乃是在人性中啊，本来自己本来就是具足的物件。安尼叫做讲做十二部经在人世中啊，本自其有。这主要就是咧只讲迄个真理啦。迄个真理在咱众生心中呢，本来就是有的物件。虽然是讲本来是有，但是咱众生因为无了解佛法，所以啊，必须要经过佛来甲讲出来。咱众生若是当了悟，根本都无需要讲啦。所以在前面，我有引起《金刚经》。咱世尊来讲《金刚经》的这个因缘，咱世尊讲《金刚经》，在《金刚经》的头一分，就是啊，说明讲咱世尊食饭的时间到了，披咧跋摕咧，行路去城内去吐蕃，转来了呢就食饭食饱，骹洗洗，就伫遐打坐参禅。安尼啊，就是这部《金刚经》的发起。过去的祖师的注解，就是讲假如当其时亲近佛的这个弟子，乃当好了解讲佛伊摕钵去城内吐钵，转来食饭，打坐参禅，这就是不解妙用。会当安尼了解啊。这部《金刚经》呢已经讲完了，无需要再讲这部《金刚经》了。道理呢，就是在迄个所在。那就是因为当其时佛的这弟子啊，未当好去体会讲，这就是佛也不解妙用。以为讲佛甲咱一般人是共款，那是披衣穿笠去吐蕃，转来食饭，当做参禅。未当好来体会真理啊！
所以佛呢就不得已向须菩提尊者开口来讲这部金刚经。那咧讲起来，这部金刚经是毋是就是在佛的日常应用中？事实上，不但是讲这部金刚经是在佛的日常应用中，应该呢，也是在咱众生的日常应用中。假如讲咱 PPE 或者是讲穿衫、行路、食饭等等，若是当好甲佛共款理想无妄念，安尼咱嘛是共款是一种不济妙用啦。真理呢，就是在咱的身上。不过咱呢，处处分别，处处执着，所以就离开真理就愈离愈远。伫遮伫咧讲三世诸佛的十二部经，在人生中本自其有，这是咧指讲真理就是基足在咱的人生中，基足在咱的自性中，咱的自性中呢就基足这个真理。但是呢，不能自我死求善知识，只是封建。虽然是讲人生中本来自己呢基足有这个十二部经的真理，不过呢，你若是不能自我，若是袂当好自己来悟，也哪呢？死求善知识，只是封建，就必须求善知识甲你指示。经过善知识甲你指示了后呢，你才会当来见到，才会当见到在你的人生中的迄个十二部经的真理啦。虽然是咱本来就是有的物件，但是咱自己袂晓了悟。那自己袂晓了悟之后呢，就由善知识来甲咱开示，由善知识呢来甲咱指导啦。只有安尼，无其他无啥办法，就等于讲咱厝里有真正侪这个珍宝，但是咱这个珍宝呢，咱过去将来拢毋捌看过，捌看过，当然呢，咱就毋捌宝啦，毋知好宝。咱即马来摕一个假设的譬如来说明啦。比如讲有一个好野人，伊放真正侪这宝贝互伊的子孙。但是呢，伊这个是大人，将来也毋捌甲伊讲，倒一项是啥物宝，倒一项是啥物宝，倒一项是偌价值。伊这个子孙呢，当然毋知啦。虽然是有咧，但是毋知表啦。都要叫迄个捌宝的人来甲鉴定才知影讲，这个香炉哇，这是啥物款的宝？那这个花杆又是啥物宝？鉴定落甲就不得了哇！这拢是几百年或者是讲千万年的古董啦、宝物啦。咱这个古董宝物啦，这是无价宝的物件。有当时阵一卡花杆，敢若一卡尔，毋是讲一对。都算几万、几十万，那靠价值，反正几百万也不一定。那互咱这毋捌宝的人看到，甲就讲，迄都比咱普通，比这样花杆都搁较歹咧，啥价值较侪钱价值是伫倒位咱袂当了解。咱这个佛法的珍宝呢，也甲这共款的意思。但是无经过善知识甲咱指示，咱本身是讲愚痴，本身袂晓悟的人，根本你毋知影宝。所以呢，就必须求善知识指示封建。下面讲欲自我者，不假外求。讲假如你若是自己会当好了悟呢，你无需要向外去追求。这个假就是讲假借，就是讲你无需要假借方法来去向外追求。意思就是讲，根本你都无需要向外来去追求因为你来当好悟，这个珍宝就是在你的自心中，
唐朝的释慧海大师呢，伫咧讲贫道啊，听到江西的和尚来讲你的自家的宝藏啊，一切具足，使用自在，不假外求。这个慧海大师呢，伊讲我听到这个话了，就从此啊一时休去。伫遮所讲的叫做休去，这个休去就是讲妄念呢，将来都无去啦。正是呢自家珍宝现啦。所以才讲做自己的财宝随身受用。从今以后啊，伊的财宝咧会当来随身受用，可以讲呢非常的快乐。在迄个时阵呢，伊是无一法可处，无一法可舍。就是讲伊呢无执着倒一项来去处着迄一项，也无认为讲倒一项是伊所感觉讨厌，爱甲伊舍去，拢无。讲不见一法生灭相，不见一法起来相。讲无看到一项是一种的生灭相，也无看到一项是一种起来相。要是讲在伊的眼光中呢，是无即个生灭起来之相。讲遍十方界啊，无一味珍喜，不是自家珍宝。讲遍即个十方的迄个世界，无有一个味珍啊，毋是自家珍宝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遍十方世界一切呢，拢都是自家珍宝。这位慧海禅师啊，非常了不起。经过善知识安尼甲伊开导，结果呢，不但是从自心中来去了悟有自家的珍宝，更加呢会当好将伊的心胸甲伊放开。世间一切拢都是伊的自家的珍宝。为什么世间的一切拢是自家的珍宝呢？咱必须了解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这个摩诃就是大，这个大者就是心体广大无边。咱众生心毋通讲我这个众生在宇宙间真正渺小。虽然是讲咱在宇宙间真正渺小，但是咱的心呢，却是包含了整个的空间。所以当然在整个的空间中，无论倒一项，拢都是自家珍宝，无一项啊，毋是自家珍宝。对这个道理啊，释慧海大师呢去互伊悟着，这当然呢就不假外求，毋免向外面来去追求真理。真理呢，就是在自己的心中。下面讲若一向执，为使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讲假若啊，若是一向执着讲必须要有他人，要有善知识来甲伊指示，也希望善知识指示才会当得到解脱啦，无有是处无这个道理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在你自己袂当好悟迄个时阵，当然有需要善知识甲你指示，你才会当好来体悟到真理，体悟到佛法。但假如呢，你若是会当好悟，就不假外求，毋免向外去求啊。所以当然呢，就无需要有这个善知识来甲你指导。所以毋通一向执着讲，必须要有其他善知识来甲你指导。毋通希望讲有善知识指导才当得到解脱，根本呢是无这个道理。这个无有是处，就是在指讲无这个道理的意思。尤其是六祖慧能大师，伊虽然是有五祖来甲印证，但事实上六祖伊在卖茶迄当时阵，听到人伫咧诵金刚经，内心就有所了悟。
以后伊情美情8个月啦，对佛法的体悟更深。所以当五祖问讲慧能啊，你美是情白未啊？迄当时阵，慧能大师就甲伊应讲：白是白啦，欠胎啦。五祖问伊就是讲慧能啊，到底你是开悟未？你是明心见性啊未啊？慧能大师甲伊回答讲：明心见性是明心见性啦。但是到底毋知对啊毋对？必须爱你祖师来甲印证一个才会使哩啊。所以，六祖慧能大师可以讲是自己来了悟，是不假外求。所以，伊并毋是希望先知是该开导来得到解脱。所以伊才讲做假如若是一向执着讲，必须爱有其他的先知识来甲伊开导，希望先知识开导才会当得到解脱啦。根本呢是无这个道理。意思就是讲，只要你若会当好自我，根本无需要先知识甲你指示，你也是同款会当来得到明心见性。注意轻声听讲，咱今仔日节目时间已经到啦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大经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